1949年5月19是国民党政府颁发戒严令的日子，就开始这43年白色恐怖时期。根据促转会报告，受难者超过2万人，不过民间认为尚无有20万人被偷掠起来，加禁或者是枪决。这么重大历史创伤，咱宣布一个记忆日来悼念。有民间团体就邀请真侪白色恐怖受难者甲家属，共同呼吁政府甲5月19定做是白色恐怖记忆日。希望这款用威权迫害人权的悲剧，唔通搁再发生。民众一个一个提蜡烛拜春519的字样。1949年5月19是国民党政府颁戒严令的日子，了后的43年都是白色恐怖时期。根据促转会的报告，受难者超过2万人，不过民间认为尚无20万人被秘密逮捕、监禁也是枪决。但是这重大的历史创伤却无一个记忆日。8亿民间团体和受难前辈甲家属发布宣言，呼吁政府应当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。这家族的受害，无属于阮伫监狱底，才是受害的人。所以这个受害的人，遮尔多时间遮尔长，是安怎无一个固定的日子来追思纪念？咱必须要，互咱所有伫白色恐怖时期受迫害的这些前辈们，咱爱互因一个历史的交代，要给他们一个历史的交代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来白白牺牲。民团指出，有侪侪民众对228事件和白色恐怖拢分别清楚，建议政府要用文化运动甲历史教育来促进记忆的强化，嘛爱有纪念碑也是标志，互民众对生活中去了解白色恐怖。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嘛来到现场参与表态支持。对白色恐怖记忆日这个活动，我充分的支持。我嘛期待讲台湾的社会会当去重视。我嘛希望国家人权委员会会当做一个真好的桥梁。新台湾和平基金会表示，因要推动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，除了是和228事件分出差别，这嘛是悼念受难者的严肃的日子。因说来开始联署这个争取社会的共识，希望台湾人民甲白色恐怖记好条，民主才袂惊翻头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、新北报道。